問啦，到底佢嘅命格咧可唔可以咧就成為一個老師，去教懂人哋咧，不論係西方咧嘅身心靈咧嗰種玄學啊，定係咧我哋咧叫做東方啊，叫做山醫命相卜咧，其實就冇乜分別嘅，因為點解你命格擁有嗰啲條件嘅話咧，無論你行嘅工具係行呢一個西方嘅身心靈啊、生命解碼或者係唔同咧嘅方法都好，又或者係一個包括埋就係呢一個靈氣啊、天使符號啊，或者好多咧就唔同咧嗰個能量傳遞啊嗰方面啊、九型啊嗰啲為之咧就係西方咧嘅叫做數據啊、統計學啊嗰方面。咁我哋咧中國就有乜嘢啊？山醫命相卜咯，占卜啊、八字啊、命理啊、上山練功夫啊，諸如此類嗰啲咧都為之叫做啦，統稱咧。都係一種叫做啦能量上面嘅提升，能量上面嘅傳遞，或者好多大數據入面咧嘅收集。咁你嘅命格到底你啱西方咧，定係啱東方咧？就呢個另外一條數。但係最更加重要嘅地方，你有冇一啲具備嘅條件咧？Ken Sir 咧唔係淨係呢一個咧，我哋嘅山醫命相卜喎，因為我同你一樣咧，我都有研究咧，就西方嘅九型性格啦、MBTI 啦、呢個能量啦、天使符號啦，就有呢一個啦，唔同嘅靈氣啊。所以點解我可以話俾你聽咧？就點解咧人咧點解可以喺呢個三魂七魄啊，喺7個輪位入面嗰個互動性咧，對我哋咧有唔同嘅影響咯。好啦，咁到底乜嘢嘅命格係可以成為到呢一方面嘅老師，亦都可以咧做到呢一方面嘅專長咧？今日就同大家去講解翻啦。關心你可唔可以做到一個專業人士，或者你可唔可以成為一代宗師？記得攞定你嘅筆同埋攞定張紙或者你嘅筆記簿，抄低今日嘅內容啦。第一次入嚟咧睇 Ken Sir 咧，就教你睇八字嘅話咧，就記得咧就係訂閱咗咧我呢一個 channel 啦。過往我拍過好多唔同嘅影片，講及到咧我嘅獨門研究咧呢個盤古靈數，而亦都咧示範過啦為粉絲咧創造呢個生命價值咧，就免費地咧就為你哋去講解咧你自己嘅八字。假如嗰下咧你係學緊八字嘅話，你習慣地咧好正常地，個個一聽到八字就會覺得係一樣嘢，一定係日論命啊、七煞食神傷官啊、有冇運行呢個大運啊、順行定逆行啊、幾多歲轉運啊。大部分咧東南亞啦90%以上嘅朋友咧都會有呢一種諗法嘅，欠缺咗咧就宏觀嗰8隻字，好直接咁講。我哋其他嘅術數，無論睇風水啊，或者係紫微啊，都必定用個年啊、月啊、日啊、時啊各樣嘢一齊綜合嚟去睇嘅，甚至乎古老到咧好多唔同嘅算命嘅方法啊，啲天星學啊各方面咧都會同個年有關係嘅。仲有我哋咧排呢一個大運都係咧用個年去排出嚟嘅，點解唔係用個日嚟排出嚟嘅？明唔明白啊？咁而啲人只係會咧強調講咧日為主，嗰7個就為輔，但係你搞清楚成個歷史咯。喺呢一個宋朝未去制止呢個六命法之前，都係用緊年論命噶啦。點解嗰啲我哋就話原本老祖宗傳嚟嘅資訊，我哋又唔用，而家就偏偏咧就一定咧就堅持近代咧嘅日論命啦。因為日論命夠簡單啊嘛，夠原始啊嘛，但係可唔可以精準地幫你哋可以揾到你嘅人生，揾到你人生價值，幫到你哋未來嘅方向咧？明唔明白啊？所以 Ken Sir 咧研究咗咁耐八字咧，我已經咧就放低咗啦，唔就係單一我係非單一日論命，唔係我唔識得日論命而我係好習慣地咧由年月日時咧8個字8個宮位，甚至乎連你嘅命宮、身宮、胎元、胎息咧我都會睇埋嘅。所以我教嘅課程入面咧就唔係單一日論命，我教嘅課程咧係年月日時，你有冇格局，你有冇咧呢個層次，有冇呢個功能。而你本身咧喺唔同嘅叫做位置咧年月日時呢8個位置代表咗唔同咧嘅叫做咧人物角色事情崗位仲有就係你嘅命宮、身宮、胎元、胎息，亦都代表咗唔同咧你今世咧扮演嘅角色，或者你扮演緊嘅唔同嘅功能，即係你負責係揸機係呢個拍攝嗰個定係幫人化妝啦，定係負責服裝定係編劇咧基本上咧每一個字都有自己嘅功能。何解淨係用個日嚟睇咧？因為跟住研究咁多年，日就只不過係咧你嘅後天行為。你哋覺得用個年去睇一個人有冇福氣同埋佢與生俱來嘅性格緊要啲咧？你哋睇佢嘅後天行為係緊要啲咧？句說話就係性格決定命運噶嘛，呢啲係心理學家好多成功學嘅老師講噶嘛。點解會有呢一句說話又同我哋又咁吻合咧？所以咧呢度就喺度咧為大家去示範點樣用呢一個咧宏觀8隻字咧去為大家嘅生命創造價值。如果你想我贈言嘅話咧，你可以喺下面嘅留言下面咧就講低咧你嘅年月日時四柱，同埋你最關心嘅話題咧係男定係女，喺邊度出世，就唔好求其咧就掟低我1983年7月2號呢一個子時咁樣。哇，大佬子時仲恐怖，子時係早子定晚子咧？仲有你所謂嘅子時係咪真係正確嘅子時咧？明明有好多咧人咧就擺低個出生年月日，
我想我都唔知你想點，大佬明唔明白啊？所以如果你真係想認真嘅話咧，交足資料。如果唔係咧，我都會幫你哋。不過我翻轉頭來來回回嘅話，咁咪拖遲咗去答你哋咯。為你哋就係遲咗去創造呢個生命價值。如果咧你想我幫你去批命或者了解將來人生，掌握自己人生嘅藍圖嘅話，都可以透過點咩方法咧聯絡翻 Ken Sir，或者你可以直接參與咧我個課程，學懂點樣8隻字宏觀生命咯。明白嗎？其他學過八字嘅朋友，如果你好想大家一齊參與一齊研究，或者想了解 Ken Sir 更加多點樣去算命嘅話咧，下面嘅描述欄咧有我一條 link 咧，就可以俾大家進入咧我一個 WhatsApp 嘅群組。我每個星期咧都會同唔同嘅粉絲大家去交流或者大家咧攞啲唔同嘅八字出嚟咧去研究共同咧就係明白更加多嘅程式。但係搞清楚喎，呢個群組係用嚟研究八字喎，並不是咧就用嚟幫你咧就攞去推銷嘅你嘅營養食品健康樓房地產或者咧你自己嘅生意上面嘅買賣。如果你做呢個行為咧 ，Ken Sir 係唔需要問過你，我哋一律直接就將你去踢走。好簡單嘅，你嘅命格咧有冇一啲特質咧係會同呢一個咧玄學咧，無論係中方定西方嘅玄學咧，就好有呢個關係咧。就第一件事咧，就睇下你自己咧有冇呢一個特質啦。喺神煞嚟講咧，第一件事我係通常都習慣睇你有冇呢一個太極貴人去出現咧。太極貴人好簡單地，係咪一定要天干地支連埋一齊先為之叫有太極柱咧？嗱，當然。譬如舉例你係有一個甲子嘅，甲子呢個咪太極柱咯，庚寅呢啲咪太極柱咯，因為天干地支可以組合到一柱出嚟。但係發覺到咧咁多年嚟我嘅經驗咧，識好多唔同嘅老師唔同出色嘅叫做身心靈界嗰啲名人咧，有機緣睇過佢哋嘅八字咧，發覺到一個好特質嘅地方，未必一定係一柱係直落一柱喎，未必係甲子。甲喺子時出世，或者咧就係呢個庚日就喺呢一個寅月出世，呢一啲都係咧擁有呢啲條件喎。咁我太極貴人係啲乜嘢？好簡單咯，你甲見唔見到有子同埋午？乙木同樣都係見到有冇子同埋午咯。丙火同丁火見唔見到有個酉字，或者見唔見到有個卯字咯？咁如果有嘅話，咁啊恭喜你咯。咁而你個戊字、你個己字，見唔見到地支有呢個辰戌丑未啊？有啲朋友話辰戌丑未唔係呢一個華蓋星，就有分真華蓋同假華蓋之分噶嘛。咁但係如果你有呢個戊己土天干，而地支又見到辰戌丑未是但一範係咪一處都唔緊要啦。總之有見到嘅你就擁有呢個太極貴人咯。再加埋咧就係呢個庚金同辛金，見唔見到有寅木同埋呢個亥水啊？更加要提醒翻你哋就係咧，如果咧你個八字有呢個壬水同癸水，而地辛字同埋見到個支字，呢啲為之叫有太極貴人。有太極貴人嘅朋友咧，就特別咧就係對呢個玄學分析掌握數據咧，就特別去喜歡嘅。所以講合到咧，如果命有太極貴人嘅朋友咧，就可以咧，甚至乎入朝做宰相位列三公係都可以。如果咧你涉及到咧你嘅地支出現同呢個時辰好有關係嘅話咧，咁啊恭喜你啦！你可以成為咧呢個一代宗師，甚至係透過呢一個玄學，無論係中方定西方，都可以成為咧你嘅事業嘅一部分。記住一樣嘢，如果你興趣好鬼中意咧，就係呢一個咧研究身心靈又好，七個輪位又好，呢一個靈氣又好，或者中意咧研究呢個氣功耍太極功夫或者係研究咧呢個玄學入面嘅面相風水透過電話數字名字學幫人提升或者去幫人改變運程嘅話咧，呢啲都可以成為咧你嘅專業範疇，你可以成為呢個專業人士，幫人哋咧去做呢一個能量提升，成為呢個宗師咯，幫人哋行運咯。而且咧有一啲特質嘅地方咧，有啲朋友咧係特別好強烈地咧可以做到咧就係呢啲宗師。不過好多時咧佢未必一定係因為咧就係啲數據嘅，但係佢個八字入面咧，如果總之好簡單，以下我講呢10柱。10個天干地支喺個八字入面出現嘅話咧，佢就特別咧喜歡咧去學習去研究，甚至乎咧做緊呢一個行業。好簡單地咧，你有冇呢個甲辰啦？我或者咁講，我一口氣講晒啦，甲辰啦、乙亥啦、丙辰啦、丁酉啦、呢一個戊午啦、呢一個庚戌啦、庚寅啦、辛亥啦、壬寅啦，同埋呢個癸未，呢10柱咧，如果喺你個八字入面出現咧，出現咗咧，如果你個年柱出現到嘅話咧，你基本上咧與生俱來咧，你學呢啲係特別比人快嘅，因為你本身嘅能量層次，你嘅福氣位或者咁講，你未投胎嚟呢個世界之前咧，你喺上一個世界或者喺上一個維度咧，都係咧同呢一方面咧就好有關聯，又好有呢個關係。係咪大天使 Michael 派你嚟輪迴喺呢個世上咧？咁有機緣你自己開你自己嘅宇宙信息
中心去睇翻啦。咁如果咧你喺個月柱入面出現到有呢個庚人嘅話咧，有幾個可能性，有機會咧就你嘅屋企人就同呢個玄學好有關係，亦都咧十居其九有呢個情況咧，就係咧你好鬼中意咧就去學習，因為月柱亦都代表咗你嘅學習，或者你擁有啲資產啊，有啲武林秘笈啊，就同呢一個玄學生意命相卜有關，或者你特別容易好容易有呢個靈感咧，就下載到好多唔同嘅天使符號啊，或者唔同咧嘅信息俾到你咯，或者你個輪位上面咧就點樣去透過你嘅直覺咧就可以發現到出嚟咯。亦都咧，如果你日係有呢10日嘅話咧，你基本上咧你個直覺力就好鬼強嘅一樣嘢。好多時啲朋友同你接觸咧，你就未卜先知，人哋行埋嚟咧同你講兩句話，你想點點點啊，我已經講咗，我已經預知到啦，你會嚇咗人哋一跳嘅。如果你個時辰嘅話咧，你嘅職業啊，你嘅工作啊，或者你追求事情嘅結果啊，都會同呢個能量啊，呢一個玄學啊，中方嘅玄學啊，西方嘅玄學啊，可能係九型性格，可能係呢個生命密碼，亦都可能咧係呢一個咧唔同嘅八字嘅學術啊，或者係呢一個有什麼奇門遁甲、太乙神數諸如此類呢啲咧，你就特別咧喺你嘅職業上面咧可以發揮到。可能你係直接做呢一個行業，做一個大師去幫人解決問題，又或者可能你係透過呢啲占卜嘅方法幫你去喺你嘅事業上面咧去解決問題，或者透過啦揾一啲老師，好似 Ken Sir 呢啲專業人士，順便賣告白啫幫你咧透過話俾你聽，你人生嘅藍圖，追求你嘅事業，追求你嘅成功地位啊、關係啊、受人尊重咧，係點樣可以掌握到？咁呢啲都係你運用緊呢一個玄學去幫你咯，或者有人透過一啲唔同咧叫解碼嘅方法幫你去解密咯，明白嗎？所以呢個10零日亦都可以直接到咧影響到咧你係咪成為一代宗師，同埋咧就係當然對呢方面玄學好有興趣，無論中方定西方，但係咧更加重要嘅地方，你有冇諗過透過呢啲途徑幫你提升你自己嘅其他範疇咧？有一樣咧就係 Ken Sir 嘅研究報告咧，發覺到一樣嘢咧，就係如果你嘅八字入面咧命中係有呢一個動搖出現嘅話咧，你亦都咧對呢一方面咧個要求係特別高，亦都特別就係好喜歡咧就揾更加多嘅數據去支持自己去做好呢一件事，或者揾更加多嘅數據去分析透過呢個大數據篩選嘅方式咧，就係咧點樣咧就二元啦去篩選翻咧，就係一加一減啦，令到咧幫你揾到一個咧結果出嚟。或者可以咁講，嗰種6分化點樣透過6個關係咧去揾到咧你需要幫到你嘅人，亦都係同呢一方面有關嘅。就係咧喺我用嘅5星7曜入面嘅動搖，只要咧你個八字入面出現到唔使天干地支同埋一處總之有配搭到咧就會有呢一種情況。譬如嗰度咧你嘅甲木就見到有呢一個啦，就丙火啦，或者你嘅甲木見到呢一個巳火啦。或者你嘅月木就見到咧就係呢個子水啦，見到呢個癸水啦。如果你係丙火嘅話，你可能見到呢個庚金啦，哇！呢啲超級剔黃嚟啊！但係你又唔好理喎，佢分析數據又好鬼死叻喎。或者丙火地支見到個辛字啦，丁火就見到個卯字啊，或者天干見到個月字啊。哇！如果你係月丙丁嗰啲貴人咧，你同佢喺埋一齊嘅話咧，咁啊恭喜你啦！你會咧受盡咧就無窮盡嘅欺凌，因為佢經常喺度挑剔到你你嘅媽咪Auntie 都唔認得你嗰隻嚟噶。如果你係戊土嘅話，你見到有個甲木啦；你係戊土嘅話咧，你見到咧就有個地支嘅辛啦。呢啲咧就非常之要求高嘅。再加埋己土咧，就見到個卯木啦，又係奄尖到冇朋友，或者見到個月木又好勝到咧，就樣樣嘢咧都要爭嘅。咁如果你有個庚金咧，就見到個丙火啦，頭先都講過啦。咁又或者咧就有呢一個辛金咧，就見到咧就呢個午火。呢啲又係超級奄尖王，但係你又唔好理佢喺數據上面嘅分析，對呢個玄學上面嘅運用，或者嗰種精準度，佢比別人嘅要求係特別高、特別多咯。壬水見到個甲木啦，亦都同樣啦，就癸水見到個辛金，呢啲就係咧超級咧就奄尖王，即係佢命格入面有個動搖，呢一個動搖亦都令到佢咧對呢個世情就好有一種直覺洞悉力唔識嘅就學到識你唔俾我知嘅數據，我學到通通透透，我叻過你，我清楚過你，就擁有呢一方面嘅特質咯。以上呢3個咧就 Ken Sir 咁多年嚟咧去研究八字入面咧，發覺到咧嗰啲所有嘅大師，無論係中國嘅玄學生意命相卜又或者呢個西方嘅玄學咧，佢哋都共同咧就擁有呢3方面嘅特質喎。你擁有邊一方面？留言話翻俾 Ken Sir 知睇下你會唔會係將來嘅一代宗師大家可以透過學術嘅交流互相提升唔知道嘅可以留低你嘅八字，Ken Sir 幫你去分析，去揾翻出你係幾時或者點樣學邊一個範疇對於你
喺呢個語言學上面嘅運用，或者你點樣成為呢個宗師 Ken Sir 係唔介意嘅，因為記住一樣嘢，百花齊放先至有呢個美麗嘅憧憬噶嘛，先會有呢一個爭妍鬥麗噶嘛，成個行業先至可以出彩虹噶嘛。你想唔想係咁？我就好想係咁啊，所以我就唔會小氣人哋咧，就講啲乜嘢。我最關心咧就大家點樣做好呢一個行業，令到呢個行業造就到更加多人，幫更加多人睇通嘅生命，為生命創造價值咯。你想學習又好，你想通透自己嘅人生都好啦。片尾有 Ken Sir 嘅聯絡方法。今集講到呢度，拜拜。